中南學快未有之前已經有金字塔咯。我需要法老，40蚊有導賞喎，勁誇張，勁誇張。呢著就係要講呢一個位啦，佢復活，但係未成個人彈起，啱啱有點啊，趌翻個人出嚟嗰下。咁佢嘅點後邊咧就開始講喪葬嘅文化。點解我會講少少咧？因為後來歐西里斯就成為咗喪葬方面嘅冥界之神。咁咧，所以後邊你喺度喪葬嗰部分咧，其實你會再見到佢，你就會見到一個全身綠色嘅嗰個。佢俾個細佬斬開40年後，佢嘅太太揾翻佢之後，佢可以重生啊嘛。咁如果佢係可以重生嘅，你冇拜佢，你咪有得重生。講古埃及神話咧，我就有講笑啦，即係講笑啫嚇，唔好問點解，因為係前邊嗰頁咧同後邊嗰頁講啲都唔明㗎。有歷史學家形容，即係我睇啲歷史書啫，形容不要問邏輯，聽咗個故事覺得有趣就算啦。